欢迎您再次回到宝石大舞台的现场。今天要介绍给您的是一位非常厉害的歌坛新人，让我们掌声欢迎自从周自从。自从你好，先跟大家打声招呼。军哥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世从。是哇，你刚刚一出场就看到您一身非常闪亮的服装，是谁帮您设计的呢？自己找的。哦，自己找的，很不错哦，很棒。OK， 祖宗一起尊是一个全台语的创作专辑。是 OK， 这个主打歌《祖宗一起尊》是一首情歌，要不要告诉所有的观众朋友，你的创作的这个灵感啊，它写给谁？不方便透露。哦，没关系，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些不想让别人知道的秘密嘛，是透过创作，我们把情感传达了就好。是 ，OK， 那么在这个《祖宗一起尊》这首歌呢，还邀请到了特别来宾来一起演唱，是，跟我们介绍一下。这个团体叫宝岛材料行。宝岛材料行，那是怎么样的因缘际会，你们会一起合作呢？宝岛材料行是我在西门町遇到的街头艺人，觉得非常的厉害，交友广阔。祖宗一起尊呢，接下来是不是有什么宣传活动可以告诉所有的朋友？是，我即将在今年的9月6号会发行我的首张台语专辑《祖宗一起尊》，然后在10月和11月的时候也会有北中南的3场巡回演出，希望大家来支持。好的，到时候所有的朋友不要忘记给我们自从多一点的支持跟鼓励。待会呢就要上我们舞台表演，会紧张吗？有一点点哈，没关系，加油，你一定会表现得很好。广告过后，继续欣赏我们自从带来的《祖宗一起尊》。快乐咬，轻松嚼，快乐口香糖。